讲到骑奥多拜，绝对唔是骑脚踏车，唔是讲你会晓吹油门，你就会晓骑。根据到这交通部的统计呢，这去年奥多拜事故有41万9000多件。为了要提升这骑奥多拜的安全，即马民众要考奥多拜驾照的时阵，拢爱先看危险监视影片。未来这影片会直接列入去笔试的题目内面，对100题内面抽5题出来考，按算得过开始实行。这查甫人贪方便，直接行过大路，经过机车也无注意到，直接甲弄落去。2个人拢摔跋倒。警方调查，这75岁过路人行为规行过大路，不过这50多岁骑车人也无注意头前的情况。廖姓男驾驶酒测值为0，无饮酒情事，表示当时因与天色昏暗，没有看到行人穿越，因而肇事。根据交通部统计，去年机车事故有41万9000多件。为了提升骑车的行车安全，市民众伫报考机车驾照时，拢必须要先看这个危险监视影片。5支影片内底就4题才有法度报名来考试。不过未来会把危险监视的影片直接放伫笔试内底，对100题内底抽5题来考。如果没有这个测验的话，其实我以前是不知道，但是有这个测验的话，我就可能就可以多了解这些情况，所以我觉得它还是有帮助。你做过之后，你要有那个意识到什么有危险的地方。危险的监视影片内容包含无保持安全距离、停让过路人等。考生只要发现有危险的情景，就要随点发现危险。若无伫安全的时间内底点试落去，就算唔对。当台湾现在就变得要把它纳入考试的时候，就会面临到这个是与非，一定是就是2分法的01的原则的问题。那这时候就会面临到说，有些答案并不是那么明确。交通部讲，近5年机车驾照笔试及格比率是75%，去年机车笔试报考人数65万9000多人次，及格人数是53万6000多人。机车考照的薪资已经送交通部核备，有加6个实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